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信藥堂嘅頻道，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有關安老按揭計劃。安老按揭計劃係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嘅全資附屬機構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去營運，資助讓55歲或以上嘅人士利用佢哋香港嘅住宅物業作為抵押品，以獲取安老按揭貸款。喺安老按揭貸款之下，借款人可以選擇喺固定或終身嘅年金年期內，每月收取定額嘅年金。借款人亦都可以申請一筆過貸款，以滿足個人嘅需要。除非安老按揭貸款喺特定嘅情況之下被終止，否則喺一般情況之下，借款人可終身無需還款。當安老按揭貸款被終止嘅時候，物業嘅業主或者遺產嘅代理人可優先全數清還安老按揭貸款，以贖回抵押嘅物業；否則，貸款嘅機構將會出售抵押嘅物業，以清還安老按揭嘅貸款。如有差額，將根據與貸款機構嘅保險安排，由按證保險公司承擔。如有任何餘額，將會退還俾物業嘅業主或者係遺產代理人。基本申請資格方面，申請人為55歲或者以上，持有香港有效身份證。而如果申請人係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房屋嘅業主，就需要係60歲或者以上。申請嘅時候冇任何破產或者涉及破產呈請，又或者受個人自願安排所規限。有關個人自願安排下嘅所有債務，將於貸款起始日以一筆過貸款全數清還除外。而抵押嘅物業方面，需要係香港住宅物業，而透過送贈契約取得嘅物業亦都或被考慮。而申請人為借款人，亦都作為唯一受益，或者係以聯權嘅共有形式，以個人名義擁有啦，又或者係以全資及直接擁有嘅方式嘅香港註冊有限公司嘅名義擁有。而物業嘅樓齡需要係50年或者以下，而其他嘅特別情況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而喺物業上邊係冇任何轉售限制嘅。如果係一啲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房屋，需要以獲得有關當局書面批准，而申請嘅時候係冇出租嘅。如果借款人已經持有有關嘅物業達到1年或者以上，而所有借款人均符合以下條件，亦都可以申請將有關嘅物業出租。例如係聲明已經退休啦，又或者係因接受長者或者係醫療護理服務而需要遷出物業。呢個計劃嘅特色就係有靈活嘅年金年期啦，可以選擇10年、15年或者係20年嘅固定年期啦，亦都可以選擇終身每月收取年金。另外都可以申請為一筆過嘅貸款，可於申請安老按揭貸款時候及或者係喺選定年金年期內嘅任何時間申請一筆過貸款，以滿足個人嘅需要。亦都可以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將抵押嘅物業出租，增加每月嘅收入。而即使年金年期已經屆滿，物業嘅業主亦都可以繼續居住於原有嘅物業至8年歸老。然而當中嘅利息同埋按揭嘅保費需要累計喺安老按揭嘅貸款嘅總結欠入邊。另外就係，除非安老按揭貸款喺特定情況之下被終止，否則借款人呢終身都係無需要還清貸款嘅總結欠。另外，亦都可以隨時全數清還安老按揭嘅貸款，以贖回抵押嘅物業啦，而無需要繳交任何嘅罰款。另外，如果喺首6個月內，不論任何原因終止安老按揭貸款呢，按揭嘅保費將會全數退還同埋豁免。然而，借款人亦都係仍需要清還累計嘅利息、已經加借嘅費用同埋終止安老按揭貸款相關嘅費用等等。有關每月年金金額方面，一般嘅情況之下，申請安老按揭貸款嘅時候，物業嘅價值越高，每月嘅年金金額就會越高。借款人嘅年齡越高，同埋選擇嘅年金年期越短呢，咁每月得到嘅年金金額都會越高嘅。另外，如果超過1人共同借款呢，每月嘅年金金額將會以最年輕嘅借款人嘅年齡作計算。有關指定物業嘅價值上限計算方面，如果係800萬或者以下嘅物業呢，咁就會按翻100%嘅物業估值；如果係800萬或者以上呢，
就會按800萬同埋超過800萬之後嘅部分嘅50%嘅總和，上限為2500萬。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房屋嘅物業估值係以市值扣減補地價金額之後作計算。如果安老按揭貸款有超過一個嘅物業作為抵押品呢，所有物業嘅合計物業估值嘅總額將會釐定作安老按揭貸款嘅指定物業價值嘅上限。如屬轉按嘅物業，用作計算年金指定物業嘅價值上限，一律為物業估值嘅80%。跟住熒光幕就顯示按浮息按揭計劃下邊計算嘅每月年金金額，分別以60歲同埋70歲，以單人、二人或者係3人借款作為例子嘅。咁大家呢可以撳停熒光幕去睇翻相關嘅年金年期啦，同埋每月嘅年金金額。舉個例，60歲浮息按揭單人年金年期10年，以指定物業價值每100萬起計嘅每月年金金額可以得到3400蚊。呢一個浮息按揭係按2025年1月31號嘅資訊作參考。有關最新嘅浮息按揭計劃，大家需要向翻服務提供者去查詢。跟住熒光幕就係顯示翻定息按揭計劃嘅每月年金金額，同頭先嘅情況一樣，按翻唔同年齡同埋借款人數以及年金嘅年期作計算嘅例子。而定息按揭計劃就係按首30年嘅年利率4.5%去作為計算嘅，而隨後年期就係按最優惠利率減2%去計算。同樣道理，有關最新嘅定息按揭安排，大家可以向翻服務提供者去查詢。以呢一個嚟做例子，60歲單人借款年金年期為10年，每個月以指定物業價值每100萬起計，每月可得年金金額就係3560蚊。咁所以跟住熒光幕就係顯示，以一個70歲嘅例子，選擇年金年期為終身，而佢嘅物業估值就係250萬，咁佢可以得到嘅一個年金金額，如果以浮息按揭計算，就係2790蚊乘以2.5，2.5呢就係按翻頭先250萬去計算翻個比例，咁就等於每月年金金額就係6975蚊。如此類推，大家可以撳停影片去睇翻官方舉出嘅一啲例子，有幫助大家明白計算嘅過程。有關費用方面，利息嘅開支會根據翻安老按揭貸款嘅總結欠以複式計算。而按揭保費方面，基本按揭保費為指定物業價值嘅1.96%，分別會喺第37、49、61、73、85、97同埋109個月每月年金支付日分7期支付，每期費用為指定物業價值嘅0.28%。另外就係每月嘅按揭保費，根據安老按揭貸款嘅總結欠，以年利率1.25%計算，按月支付。另外就係輔導費、法律費用等等。有關詳細嘅費用安排，建議參閱官方嘅網頁，要了解詳細嘅資訊。基本申請流程方面，第一步就係聯絡參與機構，初步評估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啦。而任何情況下都係冇需要透過任何中介人去申請呢一個安老按揭貸款嘅，大家係可以直接向翻服務提供者去申請。喺正式申請安老按揭貸款之前，必須要先預約合資格嘅輔導顧問去會面。喺輔導期間，輔導顧問會講解安老按揭貸款嘅特點，提取安老按揭貸款嘅主要權益、責任同埋法律後果。喺成功完成安老按揭輔導之後，將會獲發輔導證明書1張。跟住第3步就係喺獲得發放輔導證書之後，就可以正式申請安老按揭。同時，借款人必須要喺貸款起始日之前完成一份健康問卷。申請一經批核，就可以簽署按揭文件同埋其他相關嘅法律文件。喺呢一度提一提大家，喺申請安老按揭之前，應該要仔細閱讀官方嘅重要通知文件。呢一份通知文件提供更加多有關安老按揭嘅資料，而申請人亦都需要同時參考安老按揭計劃嘅資料冊同埋其他相關資料。如果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 HKMC 退休三保熱線2536
0833。最後都同大家提一提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最後記得留言、讚好、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啊！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唔好猶豫啦，快啲聯絡我哋啦，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下次見。